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美聯 Lily 啊！今日咁好天，想帶你睇一個兩房嘅原景單位，佢係位於君臨天下嘅2座低層 E 室，實用面積743尺，佢係兩房套連工人房嘅間隔，方方正正，而且呢個樓層咧睇到個公園景啊，好有層次㗎。事不宜遲，跟我入嚟了解下啦。君臨天下咧係一個 security 幾好嘅屋苑嚟㗎，你睇下每個房客咧都要喺門口登記咗咧，更亭先會放人㗎。另外啊，佢門口位咧有冇見到啊？有個洗手盆位，你可以咧入去洗一洗手，消咗毒先至咧入屋苑，所以咧係好安全㗎。成個屋苑咧總共有3座，第1座、第2座、第3座。而我今日咧，淨係想同你睇第2座嘅一個原景單位，我哋一齊入去啦。入到嚟咧，同你睇睇呢個長形客廳啊，大概咧係有222平方尺㗎，闊度分別係10.7尺，長度咧係有20.8尺㗎。我哋一齊趁風和日麗睇睇呢個優美嘅園景啊！睇到 ICC 嗰邊嘅景觀啦，南巴拿海峽、天璽、九龍站嘅園景、擎天半島、洋日居，你會睇到咧呢個高度咧望出去個景觀層次咧係非常立體㗎，同埋咧個角度亦都係好闊，所以你會覺得咧好開揚舒服。再由另一個角度望返呢個客飯廳啊，通常咧我會建議我嘅客人咧將梳化椅放喺呢個位置，咁佢就可以睇到咧最闊嘅沿海景位啦。同埋咧採光度都好高，呢個客廳咧樓底高度係有9尺高，非常方正好用。另外咧呢隻積嘅好處啊，就係呢度門口位咧可以做一個櫃啊，鞋櫃或者儲物櫃啦，做到差唔多接近上頂，咁咧啲櫃就唔會突咗出嚟，好好用。而且呢度放餐台位咧亦都好足夠㗎。我哋睇一睇啲房間佈局啊。喺 corridor 嘅右手邊咧，呢度就係廚房位。因為呢個係淺色地板樓層啦，佢就係配呢隻海綠色嘅顏色，同埋換咗個新雪櫃。隔離呢度咧有另一間第一間細房啦，大概咧係有61.4平方尺㗎，闊度分別係5.7尺，長度咧係有9.1尺。同樣都係睇呢個優美嘅園景，非常舒服。而且房間咧真係方方正正，係好好用，冇梁位冇柱位，而且冷氣機位咧都收得好斯文嘅。再嚟咧，同你哋睇埋個主人套房啊！呢個主人套房咧非常方正好用㗎，大概係有135平方尺，闊度分別係9尺，長度咧係有13.5尺。同樣都係睇住呢個優美嘅沿海景，非常舒服。好多人咧中意揀內園單位，因為好幽靜啊，同埋呢隻積咧都多人喜愛嘅，因為方方正正啊。另外啦，呢個積咧另一個好處啊，就係呢度有一個衣櫃位，見到嘛？咁你可以做個衣櫃咧放喺呢度。如果唔夠用咧，你門口呢一邊咧，亦都可以放一個衣櫃位㗎，絕對冇問題。另外仲有浴室位啦，浸浴嘅位置咧都係齊備嘅，同埋好乾淨，個地板好新淨，一買即用啊！出返嚟同你睇埋個客廁位啊，都係基本嘅裝修，仲有埋按摩花灑。然後咧，我哋睇埋個工人房啊。呢個工人房咧可以做書房、衣帽間或者工人房，絕對得㗎。大概有34.2平方尺，闊度咧分別係6尺，長度咧係有5.7尺。不過呢度樓底咧係相對地矮咗少少咁多啫。如果你對我今集介紹嘅內容有興趣，亦都想了解多啲尖沙咀九龍站附近一帶基建發展同埋租賣成交嘅話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啊！亦都希望你哋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呢啲 shop 滲透嚟，多謝你哋一路以嚟嘅支持，下次見啦，拜。